今日嚟到中山最低調嘅小區，呢個小區嘅話，市面上大家見到佢好少做宣傳，但係呢，佢啲品質呢做得係非常之靚嘅，園林又做得好，你睇下啲細節，真係中山。你話如果咁多年嘅可以維護得咁好嘅，全中山唔係話冇，係非常之少之又少。呢個小區呢就德寶怡高，依家嘅話就買最後一區2區嘅9棟。等陣我帶大家上去睇下上邊嘅256方同埋259方嘅戶型，參觀下。上到嚟樣板間睇下，總價先300零個，面積256個方，幾正！呢個客廳跑步都得啊！哇，真係，而且仲係德寶怡高嘅貨，物業又 OK， 地段又超級 OK， 品質又 OK， 用材用料絕對係冇問題嘅。呢個應該係全中山目前係俾大家最容易忽略嘅一個高端小區盤，非常之靚。有興趣嘅大家可以過嚟了解一下。